出發啦，靚女。OK， 现在我们就 on the road test drive 这个Subaru BRZ， 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出发。所以很多人讲这一代的这个马力放到也没有讲很明确的很多，但是的确很有力啊，绑带美女。我帮你拿住，我帮你拿住。说3档就干到他80啊，实在是有力，不是讲笑的。挺前面的。直冲那方面，相信这个2.4的发动机是足够的有力了的了，在这个1300多公斤的这个级别的车重下，游刃有余啊，200多匹马力。好，来一个掉头弯。OK， 果然是灵活。OK， 干它，80、90，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普通的道路发挥出这个车的最佳马力了。如果真的是有经常跑高速的话，这台车应该会好玩很多啊。不过在这个市区小路手动挡确实是真的是比较吃亏啊。因为你还要兼顾它的这个离合器啊，开到畅不畅顺啊。我相信啦，有女朋友或者是有老婆的话，这个手动挡很多女生都不愿意上车了。所以有了女朋友还是有老婆的那些开自动挡会好一点呢。因为毕竟不是每个都会跟你开这个手排的啊，还是自动挡的比较好一点。OK， 很愿意入弯的一个车。时速上得来很快。所以随随便便上百都不是问题啊。果然是操控就是强。没想到车子小小，稳定度真的是做到很好。细碎弹跳没有这样厉害，比起上一代，舒适感好了很多。文明，马力大就是好。车脚的弹簧系数有进步，不愧是新迭代的这个 BRZ， 调教漂亮。
試完就交俾 MI 噶啦，所以呢個係我哋最後一個 test drive section 嚟噶啦。所以好唔好玩就睇你嘅 comment 啦。我啲 friend 講佢幾好玩，係好好玩嘅呢個車 Rear-wheel drive。如果啦佢咁開個 track mode 啦 ，traction control off 咗佢嘅話啦，應該飛得仲快嘅呢個車，因為呢家係 normal mode 啫。哦，係 normal mode 啫。啊，冇，佢仲有 traction 嘅，你嗰個sport track 啊 ，track mode。啊，而家係 track mode 啦。啊，而家 track mode 個 feel 都唔同嘅，踩入去個 feel， 個聲啊回饋啊都唔同。哎呦！哇，唔係講笑啊，有力嘅咧。踩啊！哇，勁啊，爆炸力！哇，而家時速130啊！好食，唔夠食，唔夠 WRX 食。WRX 分好多，但係直衝佢都有力嘅啫，呢個唔係講笑。所以係咪睇 track mode 係咪好玩啲咧？normal mode 好似冇力咁樣，未瞓醒啊個車。哇，勁啊！一下上140咗。下次咩？上次嗰個 WRX 試過咗啊？WRX 試過咗，係佢嗰輛車走快震啊！震。去。因為佢嘅唔係啊 ，MI 好興唔打風㗎。唔係啊，佢嘅 balancing 唔靚啊。唔係啊。做到 on view 啊，行130係咪？成個車震咗係 steering 咁樣。冇，你覺得會唔會 MI 都冇打到風啊啦？呢架車冇打風，因為今朝早我攞嘅時候。我都冇打風啊。冇啊，我自己打㗎。冇 check 咯，冇 check 嘅。上次我一個黑仔試嘛，佢講：喂 steering wheel 好硬喎，佢講好重喎，唔啱女仔揸。我講冇可能嘅喎，BRZ咁樣嘅咩？後尾我攞去嗰個Shell 嗰度補風嘛，一補，我屌你160點揸喎嗰個風，媽笑鳩死人咩？我講媽係嗰啲 MI 啊，真係啊，識打油就唔識顧嗰個車嘅打油。你咁嘅打油嘅 brake 揸出去，人哋邊度會制啱冇係啊？我揸出去講，喂做乜咁撚重嘅你唐太講吓咁重咩？咁我自己揸係喎，搞乜撚咯？咁啊車大啊嗰個去嗰邊幫大啊，哇！屌你漏氣漏到160啊，打翻240，喂爽翻喎即刻，就係呢個感覺。呢個車可以玩啊，係啊。遲啲呢代樣靚過啲，上一代嗰個樣好似好普通咁樣，我見到。冇揸，我揸過上一代。上一代係因為佢嗰個力水唔夠。真係力水唔夠，依家馬力大咗靚啊，好玩。喂，爭好遠咯，多10幾分爭好遠咯。係嘅，嗰個 torque 冇大到啦，講真 ，torque 冇大到，但係 horsepower 高咗，爽咗。同埋你一彈 clutch 嗰下嗰個 feel 好勁嘅，好過上一代。上一代彈 clutch 冇 feel 嘅，所以咪話咯，真係。唔係我懷疑 MI 冇打好個風啊，同埋冇做好嗰個4輪定位啊，嗰個 WRX 啊，俾搞彎咗。佢加 Supercharge 差唔多3萬幾啦，唔到4萬。啊！如果加埋 Supercharge 就有300匹。有啊，上到啊。玩啲，因為呢個頭先係7000。7000都好似爭啲啦。多少少就好啦。啊！佢千轉係好玩嘅，高轉係高轉爽。我細佬試咗落 track， 跟住我問佢點樣力水，佢講爭啲，一少少。爭啲。
拎翻舊擺嘅 VTEC 啦，即係嗰個F2嘅 VTEC 啦，嗰個未有turbo嘛。個未有turbo，最後一幫咯，最後一幫 VTEC 咯。仲有多2000轉嚟掹，呢個可能佢未 remap 啦，佢 remap 冇辦法嘅，因為 VTEC 係專門做高轉引擎嘅，Honda 最叻做高轉引擎嘅。係 Subaru 係爭啲嘅啦，佢嘅嗰個高轉，但係呢個都唔錯啦，佢嘅力水都唔錯咗噶啦。比起上一代真係靚好多。係靚好多，值得買嘅呢一代真係。一個 boost 一下，你彈一下 clutch 個車直頭飛住去啊，幾要爽啊真係。佢嘅牙齒都好短咗。佢嗰個行程啊，好轉咗。佢嘅行程好轉，比上一代佢嗰個瓦棍波嗰個行程長啊，冇咁好入，係啦，你嘅手要遠啲，冇咁就手，反而呢一代咧就好轉好多。佢呢個，所以開咗 track mode 係咪好爽啊？係啊，轉數去到7000都唔錯，好玩咗啦。真係去舊上一幫嗰個2.0嗰個，你愛儲力，哎喲真係好陰功嘅咧。OK， 係咯，算靚仔咗噶啦呢個。如果攞出去略為改少少啊，應該都好夠玩噶啦，真係。改少少啦。基式係要做風格同煙灰咯。即係改大個 throttle 咯，係啊。再調一條 throttle 煙灰啊。調一條個炮嘴。炮嘴啊。咁就 very good 啦。靚仔啊！得啦，咁樣就試完啦。哇！全程大概6-7分鐘咁樣咯，都你手車都唔錯，老細。我生鏽咗咯。舊版有揾 track 嘅係。嗰陣時有落 track 嘅。唔怪之得啦，哇！識玩彈 clutch 嘅咧，媽我都唔識玩啦。佢好簡單，睇到佢越簡單越好嘛。跑車你愛咁複雜做乜撚？媽啲功能都用唔到嘅真係，跑車要 raw 越好嘛，真係。講真真係平。喺今時今日仲有呢一個咁正咁原始原汁原味嘅呢一個小眾跑車，仲要係前置引擎後轆驅動嘅呢一種小型跑車，可以話係絕無僅有。所以趁而家仲有車廠肯做佢出嚟，喺而家仲有機會可以擁有嘅情況之下，就把握時機。將佢拿下，如果唔係咧，就等遲啲俾呢啲所謂嘅電雞車通霸嘅時候，呢啲咁有樂趣、咁有生命力、咁有激情嘅車，就你想買都冇再有機會，只能夠買嘅就係二手。所以趁佢仲有新車，把握機會。